多谢美心，今仔日呢，台北好天有一日把这个好天气透早就到台北市中正区的南门市场收钱买肉粽，业者呢赶紧备料，员工呐传料拢有增加。因表示讲，今年国内猪卖量有较少，气势有较悬，所以讲呢，这个肉粽有小可起价，不过现场买起嘛是呛呛滚。 来，坐过来，台面顶感有你的爱。51个年假，肉粽是袂当无买，咸的甜的拢总有，人气实在是呛呛滚。我要那个豆沙粽，豆沙粽要2颗。人客订单是一张接过一张，员工咧包粽嘛是一袋接过一袋。台北市中正区南门市场一透早拢是买粽的人条。我们是从加州回来的，福州蛋黄粽子。 那然后这个是豆沙减重，买了12颗，然后还有紫米的买了6颗，蛋黄鲜肉粽，然后还有栗子粽，总共买了30多颗。这买落就是数10粒，就算国内伫咧欠猪肉，1公斤一粒就起30块，兼2厘嘛是逐粒就起1块，所以肉粽嘛起5块。不过生理原来是好甲变贵。 可能多了，比平常要多的是2倍或是3倍这样。兄弟姐妹哈，然后哥哥弟弟哈，然后亲朋好友会包粽子的，全部找来帮忙包。业者是专业备阵，才卖煞，佮杀来滚啊赶，啊那一定爱买的，佮有这。素粽2颗哈。传承3代80年，若是卖包啊点心、肉粽嘛是真受欢迎。为一透早开店到单，员工是拢无用气气。肉粽是一罐搁一罐，那食粽惊有负担，来食这间永生的乌子米桂花豆芽，互你食好免烦恼。51个头一天，业者个人出招，比人气就是要来抢肉粽的商机。 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